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3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日有什么新闻重点。早起7点58分发生规模7.2的地震，震央伫花莲，这是921大地震了后规模上大的地震，已经造成7个人死亡。震央花莲灾情严重，旧火车头附近的天王车大楼倒去，有住户调伫处理经消去抢救。花莲伫早起9点宣布停班停课，宜兰县某7间学校停班停课，台北市是宣布学校会当家己决定敢要停课。今仔早起7点58分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震央是伫花莲县政府南东方25公里，台湾东部海域，地震的深度只有15.5公里。这届的地震差不多是32粒原子弹的威力，所以全台湾是拢摇甲真厉害。内政部嘛随成立控诉控沙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部长林佑昌中昼嘛坐直升机去花莲。林佑昌是强调讲交通的部分，明仔载透早铁路会当先畅通，望讲会当先来疏解清明返乡的交通。到目前为止，有4名民众死亡，那总受伤人数是681位。4名这个死亡的民众都是在花莲地区。那目前这个刚刚有听到这个简报，在天王星大楼这边这个大多数的一个民众都已经撤出哈。另外，我想花莲的相信大家都很关心交通的一个问题。那目前铁公路的部分是完全中断。那最新的一个讯息是，预计在明天的凌晨，铁路的部分可以抢通。那所以首班的一个铁路从树林出发，5点多的一个班车应该是可以顺利通行。最优先的是把铁路的部分把它抢通，铁路的一个运输的一个运量也比较大，那后续再进行公路的一个抢通。这个规模7.2的地震是咱台湾伫921大地震了后规模上大的地震，上大的震度是伫花莲县也毋过全台湾嘛拢摇甲真厉害。这是菲律宾的海板地往北摄入去欧亚大陆板地下底造成的地震。气象署嘛则表示讲，未来3天内底有可能会阁发生规模6.5到7的地震尾。也毋过，即届包括双北市顶内的县市，拢无受到地震国家级的警报。地震中心是表示讲一切模式针对即类县市的震度预估有1点走进去，无到4级，所以无发布国家级的地震警报，未来会来改善。地震中心今仔早起嘛有发布海中警报，伫11点已经先解除了。屏顶县的话，一直摇来喊去，突然大台影印机就煞废，民众想起地震，抑阁有心惊惊。初三早起7点58分，这个地震规模达到7.2，上大地震震度6级，落伫花莲、宜兰县、宜兰市5级，为北甲南全台拢有感觉的摇。9.1它是发生在陆地上，南投集集那个位置，它的规模是7.3。那我们刚才提到那个规模7.2，这个地震是9.1地震发生25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地震。地震预报中心指出，这地震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地位北淹没到欧亚大陆板块以下，地震位浅到深拢有。这是台湾为921了后规模上大的地震。根据地震中心统计，台湾规模6到7的地震，一年差不多会有2个到4个。按过规模7以上的地震，因为真少发生无统计数字，所以地震发生，地震中心也发布海中警报。按过海中坡有过未超过1公尺，只是这地震造成全台真济所在传出灾情，也有6县市，包含双北、基隆、桃园、高雄、甲屏东，拢无受到地震国家级的警报信息。我们是用极短的时间，也就是说地震波前面1秒的时间去预估这个地震的规模，还有它的相对震度，所以在预估值上面前面是低估了，就是第一报是6.2，用6.2去算后面的震度是相对小。地震中心表示，花莲这地震是地震好发的所在，未来3天内地震能量也会陆续释放，无排除会有规模6.5到7的地震尾。蔡总统表示，会请各军提供支援，将灾害降到上低。按过任何地震有关的消息，拢爱细致查证，确保是正确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伫花莲市区传出未少的灾情，到下晡2点的统计，全台湾计共有7个人死亡，730来人受伤。位伫花莲市区旧火车头附近的天王车大楼是倒去，有住户调伫厝里减少过抢救。另外位伫北滨街一栋厝嘛徛去，县政府嘛互住户30分钟的时间去款行李2点半开始拆。另外伫吉安乡嘛有大楼外墙是逼甲真严重，厝嘛有淡薄起去。规栋大楼厝架真严重，1楼强要看无，就伊住伫咧3楼的大户赶紧化救人，消防队甲用带铁通破坏了，村楼梯甲救出来。伊讲伊一个人住，大楼内面是厝架真严重，门都已经变形，无法度出来。门打不开啊！门打不开，全部封锁了，我没办法，东西全部掉下来，全部房屋的全部塌了，塌下来了，大楼的都塌了，都歪掉了，你看到没有？来，我妈妈。因讲伫顶头的楼层，一个人掉伫咧内面，有人摕红衫伫咧遐等人救，消防队赶紧出动分推车来救。因过边地动阁一直摇，这边分推车是存到7楼，救出一个阿姨啊，一个2位女性。大楼的管理员讲，这栋大楼差不多有70户，因过真侪大户无住伫咧遮。伫第一遍地动摇的时阵，厝还未倒，是尾啊阁摇几落遍厝才倒来。这个人住伫咧较下骹的楼层的大户，会当一时走出来。你不好稳了，你落去就帮啊，人大部分就下来了。这个是再动再震才垮的。然后当时他那个倒下来的速度是不是很快？对啊。上地即摆已经救出20几个人，因过团讲伫地下室内面还有3个人无救出来。花莲县建设处讲，惊讲大楼随时拢会崩落，会优先甲掉伫咧内面的民众先救出来，所以抗消波块先甲厝塌掉的。脚的部分先用这个大型的消波块先去做一些支撑，让它这个倾斜的趋势能够止住虽然现在看起来目前是稳定的，不过我们还是会采取一些支撑的方式来做一些应应。伊若伫咧北平街4楼的平梯，也挡袂了这边的地动，1楼规拢地变去，有家长真着急，因为伊的囡仔还佫伫咧内边无走出来。上面还没有人？有几个？有好几个小孩。哇！伊若住伫3楼的大户，本来无法度出来，尾仔看到倒来厝中还佫一个芳，赶紧爬出来。大哥，你们是几楼的？3楼的。从3楼走到1楼。1楼这边已经没有空间了。另外，伫吉安乡这栋山海馆大楼，规个壁边比较真严重，大楼有小可歪出去，要大户掉在内面。出得来吗？门卡住了，你们里面多少人？只有你一个。掉伫厝内民众由救援人员一个甲救出来，先请因踮伫咧较空旷所在。因若花莲的和平阿门土厂也伫地动时阵，规个拢是防皮山。但是公司表示，全厂即马伫咧检修，人员的安全是上优先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空勤总队嘛派直升机透过空中来巡视灾情。伫苏花公路顶真侪路段拢有石头落落来，有部分的路段山壁是崩甲真严重，公路佮铁路交通拢受到真大影响。对空拍的画面会当看到崩山的情况是真严重，看起来是真恐怖。四界拢是风飞山现场是绿苍苍。大高线和平崩坑的头前嘛四界拢是石头啊。上严重的路段是伫中德崩坑的南边，崩山嘛造成一个真大的窟窿，是真恐怖。目前交通拢中断，台南、高雄、佮屏东的消防局嘛已经拢坐军机去救灾咯。这个地动造成苏花公路几个路段拢有状况伫大清水崩坑口，路基是崩起，有一台货车去互大石头撼着，驾驶不幸死亡。伫海线的第11线方滨乡的路段嘛崩山，道路嘛中断。中行的第8线道路古段嘛崩山，全线是拢暂停通车，目前在抢修。汤帮，同的地震汤帮。哦，你还在了。看到崩落去的时阵，民众拢真惊吓。台湾发生规模7.2强烈地动，当台湾陆续传出灾情。苏花公路土石崩塌，大清水崩坑口路段路基崩落去，车袂停袂动，
苏花公路二花崩坑有落落去的石头拱上行路的民众，上到崩坑口也有大石头落落去，大量的石头，互真侪货车拢弄着，传出一台货车互路就撞着，司机不幸罹难。花莲最近一直地动加上落雨，花莲海线的第11线方滨乡机车路段，七日下晡出现零散的路石，初三强烈地动了后发生大崩山，规片的山壁崩落来。石头造成双向车路拢未通，秀林林清崩坑也发生崩塌，交通断去。迪卡伦步道也个传出3人互石头撞着受伤。不要闹了哈！台北线中环路段也陆续传出灾情，有真侪台车互落石拍着，车头歪曲变形，伤者送医急救。欢乐医院有地动尾，包含苏花路人甲中环公路全线拢封起来，相关单位也进行抢修当中。因为灾情未少，相关灾情警消单位也在陆续统计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气象署表示，今仔这个规模7.2的地震是台湾伫921大地震了后，让25档规模上大的一届地震。有民众是感觉讲摇甲比921搁较厉害。今仔咱特别请记者上营为咱来解剖今仔这个大地震甲921地震的差别。上营。解剖新闻有理路有深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尚莹。今仔日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全台湾拢有明显感受的花莲大地震。这个花莲大地震，伊是发生伫台湾东部的海域这个所在，规模差不多是7.2这的规模。这个气象署也伫个地震发生了后，就随针对全台湾12个县市来发布国家级的警报。也照这个规定，也就是讲，这规模伫个7以上，深度伫个35公里内的近海的地震，就会随来发布海啸的警报。根据阮的观察，早起咧要晚9点的时阵，这个海啸的海影呢，已经来到咱台湾西南边的海域，这个悬度差不多是1米外安尼尔，加在对咱西南边海域的这个居民，这影响无介偌大。也那这摆这个地震的发生，就是咱大家上界熟悉的欧亚板块甲菲律宾海板块的问题。这气象署是解释讲，是因为这个菲律宾海板块，亲像咱即摆所看到这个红色箭头所记的这个所在，菲律宾海板块向北来刷叮当的时阵，甲这个欧亚大陆板块相克，唔才会造成今仔日这阵这么大阵的花莲大地震。因那这摆这个地震，甲25当前的921大地震，敢是买共啊买共咧？咱继续来看这张比较图。25当前的这个921大地震是发生在1999年9月2日半暝的1点47分。迄当阵这个规模是7.3，深度干那8公里，是属于正浅层的地震。震央就是伫个南投的集集这个所在，上大的震度，若照东吹时的这个制度来看是7级。因为今仔日这个发生伫个花莲东部近海的这个海域的这个地震咧，伊的规模是7.2，今仔日透早7点58分的时阵发生的，深度是15公里半，伊是伫花莲东部的海域。那上大的震度，照即马新制来看是6级强的这个震度。这两个地震的规模其实差一丝丝啦，伊的深度嘛无啥共款。气象署是讲咧，这上大的差别就是陆上的地震甲海面的地震，也因为伫海面发生地震，所以也会发布这个海啸的警报。这么大的地震，其实过了后，后手佫会迅速发生真侪摆的地震尾，所以气象署就特别提醒民众，未来伫个3-4天内，可能佫有6.5至7.0的地震尾，所以特别提醒观众朋友，一定要爱谨慎来面对这摆的天然灾害。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咱即马甲现场高等有主播。感谢上映咱个继续来关心中部嘛传出灾情，台中市和平区往梨山的中环便道崩山，有真侪土石拢落来涂骹，嘛造成12台车，有21人掉伫路里，其中有2个人受伤，目前阁有15人的等待救援。伫玉山毛爬山的民众感受到地震的威力，加在人拢平安。921灾情正严重的南投县信义乡嘛阁崩山。中华园林某国民主体外墙放起，去撼着路边的车，嘛加载无人受伤。路的全是落石，车无材料行，阁传出有人受伤，消防人员赶咧救人。
救援人员赶紧甲受伤的菜车驾驶送医，但是伊的伤势严重，救袂精神。另外，还有一个女性驾驶手嘛受伤，送去治疗。台中和平的中方便道，青山透早开放7点的时段通行，将近8点所发生地动，有12台车，21人掉伫内底，目前有6个人已经生还救出来。主要受困的路段范围约在我们的18.7K 开始一直往东走，一直到23K 左右。这些路段这边有多处的落石坍方，以致那个搜救困难国关干部团表示，已经调机具去抢救，不过目前19公里至23公里所在，也是继续咧落石，无材料行。2人受伤嘛已经送医，也有山友去八角山，伫山顶拄好撞到大地动。我真的要吓死了！抓着！我真的要吓死了！山友拍伫涂骹，就惊会发生意外。另外，嘛有民众讲，伫咧信义乡近大林道救救方嘛有放山的情形。伫咧彰化嘛有传出灾情，园林道国体壁绑了，讲到车辆，加在是无人受伤。我看到人家截图，然后我就跑下来看了。对啊，我把那些大颗的石头把它剪掉了。台中捷运地震发生了，随停驶检查，因为拄好是上班时间，未少人行程拢有牵到。那当然啊，对啊，因为碰到这种事情，不知道啊，可能变成延后或是取消吧，但是就想说试看看。台中捷运表示，伫咧透早9点16分已经恢复载客，车班嘛恢复正常。这个地震嘛造成台中彰化云林部分地区失电，目前台电也继续咧抢修。记者综合报道。这届的电动全台湾拢摇甲真厉害，台北市跟新北市嘛陆续传出灾情。台北市有工地更紧拿落来去撼到隔壁厝顶的墙，搁有大楼厝顶的游泳池就亲像水墙，水嘛对厝顶射出来大楼的外面。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宣布，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提升者已经开设，目前是有接到258件的灾情通报，有2个工人烧烫伤，11个民众轻伤哦。新北市新店的山区地基是空气，有7间厝崩去，加在12个住户有逃出来。新北市长侯友宜嘛随去现场了解。另外，环状线的板城站到中原转条是互地动心甲刷位。新北市政府表示讲，这恐惊需要一段时间来修复。因为地动害了真厉害，伫台北市基隆路一段巷仔口的工地，有2支工地更紧位真悬的所在落来，其中一支还佫去撼到隔壁楼顶尾的壁，外面横看就是真惊。有民众为上受路的角度翕到烟架倒去的时阵，工地大楼规个烟蓬蓬，附近的路顶嘛持续咧海，内底一个工地嘛传出灾情，有铁铲 A 完做45度，现场救防锁线，初步检查，这个铁铲 A 并无落落来记录，警方赶紧派吊车改移除。余震可以说是大大小小不断哦。那现在建商也紧急的派这个吊车。还有高级大楼楼顶尾的收水池，因为地动，水像水墙共款拼落来。立法院嘛有袂少态度闭气，全台湾初3面临大地动，台北袂少所在传出灾情。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提升组已经开设，市长蒋万安来指挥。目前接到至少258件灾情通报，包括停电、漏水、瓦斯管线破气等等。建筑物外口时的壁壁气受损，围篱倒去，还有2个民众重伤，11个轻伤。那2位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因为地震导致的乙炔钢瓶倾倒爆破，所以这2名男性工作人员身上有68%烧烫伤，也已经送到台大医院。新北市嘛传出灾情，新店山区有厝倒去，地基的土瓦失去，至少有7间厝崩去。几啊只汽车吊车，加在现场的住户13个人有顺利走出来。现场嘛已经开设前进指挥所，市府协助住户安置伫个旅馆。市长侯友宜嘛去现场，民众心内是感觉真惊吓，一直讲这届比921地动还佫较大。太大力了，跑出来外面就走从那个掏空那边过去。把整个社区有500多户，那我们做好在整个房屋的安全上以及坡地的损害上做好重新的评估，该预防性撤离的我们都会今天把它做好。中和一间印刷工厂因为地动伤大，工厂的仓库倒去，致使3个人受伤。新北京新病院的水塔受到地动影响破去，楼梯是规个做大水。
另外，坐运环状线板新站到中原站出现轨道道无码有安全的疑虑，需要登记修复。这个是非常大的交通路口，我希望检举要正视这个问题，而且要很快速的来应应。现场不是只有消防弟兄跟警察，连我都赶到现场了，检举不能派人来吗？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新北捷运站清早，正是轨道的条仔有刷围起，有关通勤替代方案。市府表示，已经启动其他的站点，也有接驳车的方式来载民众。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台北捷运、高雄捷运嘛因为电动停驶，也毋过伫早起9点左右就开放通车。台铁嘛表示讲，东部干线宜兰大溪到花莲的凤林暂时停驶哦。北回线的东线和林河到中德，有汉本到和平，嘛因为崩山四界拢是大石头，嘛暂时停驶。台北捷运文湖线的车厢是喊甲真厉害，有90外秒，车顶的民众拢真紧张，有人赶紧甲抢花叫互按，也有人直接离开座位，驱伫行路的。有民众翕到捷运停驶的画面，大家疏开了后，行伫铁基路顶悬，看到是真危险。也有人伫干道站落车的时阵，看到站内有袂少态度是大家跪涂骹。台湾东部海峡早起7点58分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台北捷运公司虽宣布暂停营运40至60分钟，经过巡查，目前已经全部恢复正常的营运。因若即届地震，高铁嘛捌全线停驶，拢总有21架列车受到影响。台北车头高铁等车的大厅，民众挂大包小包的行李伫边仔咧等。高铁嘛已经宣布全线降级运转，而且规划8班专车是自由座的列车来疏运。我要去台中，那你本来要搭几点的车子呢？8点21，应该 delay 有差不多半个小时了。我们要到高雄，我是看手机，好像是所有的车子都好像有。因若台铁包括台北、宜兰甲花莲等等的车头，等车的所在旅客是袂少。站务人员只有耐心伫边仔咧说明，通知大家火车慢分的情形。台铁表示，目前东部干线受到影响，其中宜兰大溪到花莲凤林这段是暂时停驶。我是原本是到捷运站，但是捷运站已经停驶了。我是坐计程车过来的。我预计是搭9点的火车，但是我看延误。回花莲少，目前卡在宜兰那边，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个地震震度都超过我们规定的我们的预测值所以我们都要经过公务还有电力维修车针对路线还有电车线做巡查。另外，目前除了北回线东线、和仁到中德、汉本到和平双线嘛，拢有大面积的石头落落来。台铁表示，目前正咧做路线的巡查，也有损害评估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正阳花莲因为灾情严重，县政府伫早起9点就宣布停班停课。宜兰县嘛公告讲，县市7间学校停班停课。台北市是宣布讲，若是学校灾损真严重，会当家己来决定讲敢要停课。教室的外壁甲条仔拢避开，有一大块落下来，有的所在更紧各规个看现现。花莲路中这栋校舍因为地震受损，校方赶紧有封锁线。大概现在有45年的屋龄，其实一直都很好。那今天早上地震太大了一点，所以我们的1楼的大部分的钢筋部分都严重的裸露，现在已经确定会是危楼。早起7点58分大地震的时，家在建筑内底无任何师生，已经到学校的学生嘛，互疏开去运动场。那花莲县区今日9点宣布停班停课，有家长赶去学校要甲囡仔接回去。地震啊，一直一震啊，好恐怖哎！今仔日全台大地震，家在各级学校平常时拢有咧演练，师生紧急去篮球场或者是运动场避难。也毋过地震尾直直发生，校方爱确认校舍受损的状况，才会当决定敢要互学生转去教室。我们的操场避难之后，会先检查学生有没有受伤，跟人数有没有失踪，最后再请我们的总务处去做校舍检查。台北市长周万安早起8点外宣布，若受损严重，各校的校长会当家己决定紧急停课。民族市中是头一间。很多的伸缩缝的点还有楼梯都有一些水泥块掉落，那掉的东西稍微多一点。那我觉得，因为我们算是比较老旧建筑嘛，那太多地方需要检查了。
所以必须要让学生去离开以后，利用假日赶快用请结构技师把东西做评估。到早起11点正前，有景美女中3年啊，师大附中高中1年停课。道港双集因为校园伤矮，二疏散就决定停课。大安高港学生进国中下晡停课。教育局表示，若厝内底无人通照顾，会当留点学校，予学校集中照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的虎尾糖厂116档历史的烟筒讲哦，嘛因为电筒长期去焊着工厂，加在最近已经停工，所以无人受伤。受到电筒影响哦，今仔早起高铁嘛停驶点外钟。关45公尺、直径5公尺的云林虎尾糖厂这支烟筒，3月上午在地筒中登去，一只落下方的厂房，好在才无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大概45公尺。段约长大概15公尺左右了哈，那营运中的烟囱我们马上去 check 了哈，那从外表上我们看目前都没有问题。虎尾糖厂表示，地筒中登去的这支烟筒是在1908年启用，早年是油鼎用的烟筒，后来因为糖厂制糖量减少，在2001年停用到现在。至于另外一支营运中的烟筒，经过初步的勘验无问题，但佫需要专业人员鉴定。云林交通受到影响的部分。带来在一线口号路段，南下239公里处，因为规个路牌落落来，警方赶紧封道来指挥。后来到云林高铁站，有乘客因为高铁停驶，烦恼赶袂到航班，赶紧退票来应应。我怕来不及啊，我要搭飞机啊。今天的飞机？对啊，所以我一定要赶快想办法先过去啊！因为他没有办法给我确认什么时间。高铁云林站表示，受到地震影响，经过停驶1点外钟，进行沿线巡检。在9点开始恢复通车，并在每半点钟加开南北专车自由座班车，希望将地震的影响降到上低。记者黄为报道。咱再来关心食药署公布宝林地是食物中毒案的上新的调查进度。伫顶个月底哦，因有去越南师傅的厝里哦，采检包括大门、冰箱，顶手有接触到的14个样本，最后哦，毛伫师傅的手去验到米加菌酸哦。也毋过引起米加菌酸的唐菖蒲伯克氏菌哦，到底是对来的？目前是搁会找找。今仔早起的大电动哦，食药署为伫南港的昆阳实验室嘛跳电，所以细菌的培养敢有法度伫1礼拜内验出结果，这恐惊搁有变数。台大化学所检出宝林地色导致使手有米加菌酸，食药署初三记者会也公布上新采检结果，同款也伫导致使手验出米加菌酸阳性反应。搁一摆证实毒素就发生伫远北宝林 A13灶卡内底。啊，不过医院欠最后一部分，就是引起米加菌酸的原凶唐菖蒲伯克氏菌到底伫倒位？细检调加食药署人员3月30去越南籍导致使的厝进行环境采检。14件，包括手部门的把手、冰箱把手、汤匙、水壶的把手、刀具、洗脸台，还有床面等等。宝林地色食物中毒案件已经造成2人死亡，所标出业者的产品责任险已经过期，无继续保，受害消费者恐惊求偿无门。为保破网，食药署宣布，为即麦开始有1个月辅导期，未来比照汽车责任险，要求食品业者伫非定不可登录平台，强制上传投保的证明，互地方卫生局严稽查，若无相关，严罚300万。我们会跟财政部合作，那会从保险公司直接上传，所以我们会知道母数哪些食品业者应投保产品责任险。啊，不过因为初三发生强烈大地震，食药署昆阳实验室再起大跳电，细菌培养恐惊都安尼断电，爱全部搁停来。越南籍导致使厝内的环境检体，是毋是用伫1礼拜内出来，有关乎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1989年4月7日，郑南榕为着要争取台湾人有100%言论自由，伊自焚过身。2016年开始佢甲即天定做言论自由日。今年是郑南榕过身35周年，有举办真侪活动，希望互社会大众当过来了解台湾言论自由的历史。
在杂志社办公室里面赶稿，总是晚上会有一点小饿，要一点吃点东西。郑先生常在抽屉里面放一些小零食、小点心。历史研究者在讲陈南荣在生的时，捌偷食查某囝陈德梅的牛奶糖，后来为着要争取100%言论自由，陈南荣在1989年4月初7自焚，牛奶糖也成做爸仔囝之间珍贵的回忆。政府自2016年开始，甲4月初7定做言论自由日。内政部拜三以自由的滋味做主题开记者会，分享真济和民主自由相关的台湾假实的故事。听到这些故事，不是只是记得故事的美味，而是要记得他们曾经活生生的样子，也用他们的抵抗的勇气来提醒我们未来所面对的挑战。记者会现场的便当内底有选举场定看到的米粉叉，有200受难者被负责最后一顿游戏梅等等。这菜色背后拢是一段搁一段台湾民主自由的历史。今年是陈南荣自焚过身35周年，为着要让大众了解台湾言论自由的发展，过来也系举办一系列的活动来和民众互动。我们在今年的4月跟5月间，也规划了周末的户外的走读导览，来讲座跟影展。也分享我们台湾跟其他世界各国的一个民主的运动。那我们期待借由多元的一个活动，跟大家一起再认识我们台湾跟世界各地的人民对于追求民主自由的一个努力和勇气。但今仔日有言论自由的环境是济人的牺牲奉献为台湾人民争取来的。内政部表示，对4月初7到5月25日为人权自由影展讲座和导览等等，陈南荣基金会也会伫4月至7月举办陈南荣特展，希望大家做伙来参与。记者卢尚珠、曾俊尧台北报道。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再来看美国甲中国元首昨讲电话，通话是超过1.5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台湾是中美关系一条袂使超过红线。美国总统拜登是搁一届强调讲，美国无支持台独，一向拢支持一中政策。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崔立安甲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袂用下过红线，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加外在纵容支持，中国袂放喺无管。希望美国甲拜登无支持台独的积极表态，表现伫咧行动上。这条连底的问题一直拢是中美关系爱友好的第一粒纽啊。中美两个大国家袂用无往来、无交流，也袂当发生冲突对抗。根据中国发布的内容，拜登是重申无支持台独，美国会遵照一个中国政策来做。会后，白宫说明两个人通电话差不多1点钟过45分钟。这边通电话目的是去年11月伫咧旧金山见面了的演说。President Biden also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he reaffirm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在咧会中，双方确定美国财长耶伦、国务卿布林肯伫最近的访问中国。伫这边通电话进前，美国已经先预告讲，拜登会重视美国的一中政策，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尤其是台湾5月将会有总统就职典礼。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北欧的芬兰发生校园枪杀事件，一个12岁学生囡仔伫校园枪杀3个同学，造成其中1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警方随着抓到这个学生，嘛要了解伊犯案的动机。发生枪击案的万塔市学校外口有真侪等咧接囡仔家长，每一个拢摇头甲面。当地时间7日早起，一个12岁学生疑似对班上的学生开枪，造成3个学生受伤。警方调查指出，这12岁学生当场死亡，另外2名学生伤势严重。Well, first we saw the shooter in outside in the playground where everyone plays, and then after that he came into the classroom behind us, then shot 3 people, 1 dead, I think. 学生讲起迄时阵看到的枪击场面甲导弹上访，声音有点仔皮喘。发生枪击学校伫首都赫尔辛基北边的万塔市，差不多有800个学生。警方表示，伫接到报案电话了后，9分钟内赶到校园。警方了后伫学校附近4公里的所在抓到嫌犯，过程当中无发生冲突。嫌犯共款也是12岁，被抓时阵身躯有枪，也承认犯案。警方表示，嫌犯甲受害者拢读这间学校。After the first calls, police immediately entered into the school area and started for the suspect. Started as well the first aid
transportation. 目前知影嫌犯用的枪有合法执照，是亲正的。目前警方用来调查行凶的动机，专案也调向无三架意图谋杀的方向侦办。伫云南因合法提枪，根据云南内政部的数据，伫560万人口当中，总共43万人提枪是合法的。登记的枪数量超过150万支。十几岁学生炸枪犯案的事件震惊全国。云南10多年来发生2件致命校园枪击，18岁甲22岁凶手拢用半自动手枪。2007年造成9人死亡，2008年10人死亡，2件枪击嫌犯也拢伫事件当中死亡。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继续来关心电动哦，今仔早起的大电动伫宜兰龟山岛的龟头哦，嘛放起。国道5号雪山磅坑那边的出口哦，炸工帮哦是规片拢放起，加载是无人着伤。南方河渔港哦嘛因为电动影是真大，县政府宣布讲南澳武塔顶山区部分学校为着安全哦停课1天。龟山岛的龟头正在土石绑内，连片的部分拢已经无去。附近的渔船经过了，拢看了真惊。今仔日的地动，宜兰也传出灾情。网页查询哦，得奖作。伫国道5号的防险帮规排拢倒来，民众开车经过，拄好拄到地动，看到路边的电火条一直摇，真恐怖。也那伫5个乡的路也出现水管破去、路变形的情形，一个树叶倒来，撼到2台车。南方乌溪港因为地动发生差不多2公尺的海流差，海水升向外海流，搁在大量流登来港内，渔船和海水带走互相落，造成部分损失。好在在无人员伤亡。那么目前包括警政、消防、民政3个系统的所有灾情查报人员，还在持续回报有无灾情当中。宜兰县政府自9点开始，灾害应变中心已经开设，为了3区学生囡仔安全，南澳武塔甲金华等几多间3区的学校停班停课1天。碧华温泉、南澳农场，也有头城、滨海森林公园等区域，也因为停电休园1天，灾害损失继续伫咧统计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哦，这届的进度毛5级，桃园机场有几个所在的天棚佮墙拢受到损害，加载航班哦拢正常。伫桃园的市区哦，有一寡灾情，有真侪大楼的外墙哦，拢有铁路落来，有人哦因为电梯熊失电，掉伫电梯内底。机场旅客叽叽叫转台大地动，桃园进度要5级。桃园机场一航下大型壁面落落去，2航下一边大厅甲人道拢有天棚落落去滴水，清洁人员无闲咧清理。店头的商品也落到柜头卡，有2名本国籍的越南籍旅客被共伤，并回了后继续行程。有没有吓一跳？印尼旅客哦，印尼有没有这么大的地震？没这么大哈，哇，真的吓到。陶器公司总经理范浩伦也在2航下顺事了后，赶紧去应变中心开会，各单位现地巡检，跑道甲电工经过2摆关起顺事了后，确定正常，航下通关也正常，班机拢正常起降。我正要到 OCC 去啊，紧急应变会议。对，我们同仁已经在运作了。机场职军也启动紧急应变小组，全线列车暂停营运，用空车执行慢速巡检轨道作业。1点钟了后，顺轨完成，恢复营业。影响25列车，一班1500旅客，因为一直有地动尾无法度确保机车运送班次，早起10点半开始停止有班登机服务。另外，桃园市区也发生难产的灾情。有民众手机翕中了国华饭店游泳池水一直向下开压，兴国市场边2个10栋的水塔倒去，好在无人受伤。本来那水塔就在那边的。哦，刚倒掉有没有很大声？我来的时候就倒下去了。就倒，没有，还有人受伤，没有压到人，没有压到人，还好。还有重要的小800岁老旧大楼铁路落落去，数个100岁外边铁路也落落去，好在过路人无什么要紧。它就是一片一片碎片掉下来，就一直掉下来。然后刚刚有行人走过去被砸，我是看没什么大碍了。瓷砖掉落大楼，已立即派员进行安全巡查，并要求加强防护作业。一场地动，桃园有未少难产的灾情，那件是落落去的物件共享52件电梯受困，一班3000多件停电陆续恢复当中。台七线10点2刻有石头落来，大向通车。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南部的进度，虽然有4级哦，也毋过真侪民众是无收到电动的国家警报，只收到海哨的警报。高雄坐稳哦，今仔早起嘛有停驶。哦，刚刚躲在底下，躲在桌子底下。住伫4楼的民众，厝内天棚的吊顶摇来摇去，下晝8點左右發生地動，全台攏有感覺。高雄坐穩嘛受影響，停止半點外鐘，因為高雄的進度有4級。剛是慢速行駛，然後過沒多久就說要那個全線暫停了。哦，真的、哦，好，有影響到就對了。有啊，要上班。車站大廳，月台攏有真濟人佇咧等車。高雄捷運與高雄輕軌依照 SOP 立即停車，等到地震停止之後，車輛進站，先請旅客下車，暫停營運。高雄捷運公司表示，捷運和輕鐵攏照標準流程巡檢了後，所有的車輛設備攏正常。輕鐵和捷運分別伫8點21分和8點34分了後正常營運。不過，這邊的進度有4級，大部分的高雄民眾攏發現無收到國家警報。搖的當下也沒有立即收到了，那可能有慢了一點，那沒有收到地震警報是比較奇怪一點。我也覺得有點錯愕，為什麼沒有地震的警報，直接就是海嘯？氣象署表示，有的縣市實際進度到4級，不過預估的進度無到位，所以無發布警報。地動中心會繼續檢討改進，不過有針對西南沿海發布海鷹警報。我們這邊地震不是在我們震央，它不是在我們台灣的路上，是在外海。震央的話，我們就比較不會影響啊。鄰近沿海民眾攏有收到海鷹警報，氣象署嘛提醒民眾盡量愛到較懸的所在避難，嘛愛離開海邊。記者高雄綜合報道。來看台南哦，關廟區的南向路二段地動的影響，自來水的管線破去，造成積水是真嚴重。在嘉義的當朝有4000外戶失電。南科園區的廠商是表示講，因無受到影響。大量的水道水對塗骹溢出來，規個車路水是即個真嚴重。相關人員嘛趕緊指揮交通。早起7點58分，花蓮發生7.2的大地動。台南雖然無重大的災害，不過上大的進度嘛有4級。造成關廟區一路段水管排氣零件落去，車路是規個做大水。這種總查，結果水的顏色都是黑色，很黑，一下子就這樣子，啊，就是很大呢。愈下愈大，講安尼就對啊啦。沒有，一下就很大了。水會撲起來，啊，然後開始無迄落清潔水，啊，外個太貴的水，啊，外個無清潔水安尼啦。我們在跳上去的時候，可能那一根插銷是歪掉或是卡住了。那我們現在人員趕過去就是要處理這個。若是我研判的這樣的方式的話，那處理起來會相對的簡單容易很多，而且甚至於應該也不會去停到水。經過自來水公司搶修，頂部操10點修理好勢，唔那台南嘉義的民眾嘛感覺地動厲害，都有賣場的監視器翕到大量的商品落落去塗骹。也當朝這邊是變電所出問題，造成4000外戶失電。加在早起8點55分，電動總來。也嘉義台南高鐵站是因為地動尾降級運轉。倒了很多東西，然後也有一些玻璃碎掉，輕鋼架也掉了。另外，台南科學園區管理局表示，講廠商地動儀嘛測到進度大約4級，不過目前園區廠商回報攏無影響。記者台南嘉義報道。逐當哦，3月媽祖生日卡到，佇台灣西部沿海的海面上會出現媽祖魚，就是白海豬哦。今年海委會白海豬研究調查有發現一隻新的白海豬，有民間團體就招民眾來幫伊號名。咱們來看伊最後是紅鶴什麼名？浮浮沉沉的魚色是白海豬的個人標誌，這是漁民佇粉林海域看到的白海豬。逐隻白海豬魚色的形和身軀頂的斑點攏無啥共。研究員表示，這個特徵攏通做一個號名的基準。這隻是今年發現的白海豬，經過民眾的號名甲投票，伊即賣名號做貝多芬。當然，我們增加了一隻新的辨識個體，我們當然覺得非常開心。但是，是不是這就表示白海豚的保育有成？其實並沒有。白海豬是保育類的生物，經過調查，即馬台灣的白海豬敢若剩50-60隻，生存的環境受到西部地區沿海的開發影響，水底的噪音、海水污染、魚仔掠過頭等等因素，攏會去影響到白海豬生存的環境和伊的健康發展。其實它在整個海洋的生態裡面，它是屬於高級的一個消費者。所以如果今天台灣白海豚它滅絕了，它就等同於台灣西部沿海的一個
渔业的一个资源的一个严重衰退。生态协会理事长表示，其实海洋保育和渔业的发展是一体两面的代志，拢平啊重要。研究员希望会当透过海洋保育法来保护海洋的生物。海保法在保育白海豚的这个角色里面，它主要还是做整个栖地的维护，比如说它的周边的海域，或者是有其他因划设保护区或者是庇护区的地方，由海保法这个权限可以来做划设。研究员也表示，若针对孤一个个体，也是干那一个指定的区域，保育的成效是真有限。望未来透过海洋保育法的力量，以生态为本的态度去规划保护区，针对规个大环境去改善，才有可能让海洋的保育愈来愈进步，愈来愈完善。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3月底在美国举办的塔杯世界杯锦标赛，咱台湾有11个选手参加，摕到17块金牌15块银牌、9块铜牌，嘛阁破3项的世界纪录。上细汉的选手只有6岁尔，咱做伙来看卖。目睭也阁袂好呢，杜文浩2.17秒完成333竞技贴杯摕金牌，个人363，高度专心而且流利，2.647秒刷新世界纪录。面对上难的赛课，前2摆表现无好，到最后一摆机会。7.115秒刷新家己创下世界纪录，杜炳浩真欢喜，甲队友局长都连在破也徛起来喝彩。这摆世界杯锦标赛4金1银，完整收集6岁以下组3项目的世界纪录。开心，很开心。那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拿世界冠军？没有。哦，没有哦。那拿了世界冠军，你最想要的愿望是什么？去看5月天的演唱会。17岁单票无敌个人333加363拢摕家己会所组的冠军，而且破台湾纪录。甲18岁罗倩湖挑战双前赛课18岁以下组别冠军，因为成绩是全场前3强，影响无分龄大挑战舞台，佫摕第3名。这摆6金1银4铜是21位台湾选手内底含金量上悬的选手。我们其实平均都蛮稳定的，1个月都会有一次的训练，通常都会在出发前的前3周。都会在针对他们的团队去做一些配合的一些指令。协会表示，原本烦恼时采影响表现，想要到摕17金、15银、9铜，而且11个选手拢有金牌，在靠近10年来养成嘅推广。虽竞技贴杯毋是亚奥运的项目，选手爱家己走总出国钱，不过比一摆国际赛，无论成绩安怎，实力自然会提悬。记者综合报道。真罕见的天文景象，天狗食日4月7出现，到时阵北美洲有真侪所在拢看会到。美国的 NASA 嘛拍算要来进行一个天狗食日路径大气撩动的计划要伫短几分钟内向无光的所在发射3粒的太空火箭，要来观察天狗食日对地球电离层有甚物影响。Eclipse classes, you can use an indirect viewing method like a pinhole projector. NASA 太空人该随便来看天狗食日，因为北美洲4月7会有真侪所在有机会看到罕见的一全息天文景象，不止民众真期待。NASA 也趁这机会证明，一时路径就会大气扰动计划，用一时阴暗的所在发射3粒太空火箭。That's the electrically charged part of our atmosphere that can act as a conduit for many of our communications and navigation signals. So understanding how solar energy affects the ionosphere is crucial for predicting and mitigating potential disruptions to our technology. 电离层是大气层和太阳射线电离的部分，也影响无线电电波传播的重要关键。不过科学界对天狗食日这种短暂黑暗的时刻，会对地球电离层造成什么款的影响，理解也阁无够。所以这摆3粒太空火箭会伫个天狗食日高峰期甲前后的45分钟发射，要利用这4分外钟的黑暗，得到更较侪资讯。Is important as it's the one that our communication signals pass through. Disturbances in this layer can cause issues with GPS and communications. The series of rockets will sample the layer of the atmosphere to see how it changes with that sudden day-night change of the eclipse. And that information can be fed into models for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arth's atmosphere.
除了会议以外，美国各地科研团队也向高空气球地面对打者方式导入公布来观测，把握收集关键数据的好机会。因为以美国来看，一摆天狗假日爱搁等到2044年。记者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